7月1日起，澳洲 Age Pension 又有新嘅變動，收入測試同埋資產測試嘅門檻都提高咗。究竟你會唔會攞多咗養老金呢？定係重新符合攞養老金嘅資格呢？今日我哋就用幾分鐘同大家講清楚，退休人士千祈唔好錯過啦。大家好，娜姐喺度。今日呢條片呢，就想同大家 update 一下2026年7月1日 Age Pension 有啲咩新改動。咁如果你正準備退休，或者係已經接近退休嘅年齡，呢一條片你一定要睇咯。大家好，我係阿 Layson。冇錯啦，如果你係想申請澳洲嘅養老金 Age Pension， 你要睇下自己呢，首先符唔符合以下呢3大條件。第一，年齡要求你一定要係67歲或以上。第二，居民身份，你必須係澳洲長期居住嘅居民，你嘅身份要係澳洲公民，又或者永久簽證持有人，又或者來自紐西蘭嘅受保護特殊類別簽證嘅持有人。另外，一般需要咧係要至少住滿10年或以上，當中5年呢要係連續嘅。第三，你要通過呢一個嘅資產測試加埋收入測試雙重審查，通過咗你先至可以攞到嘅。咁 Centrelink 咧會用2個測算去計算你攞到幾多，然後最終咧以較低個結果為準。咁到7月1日而家為止咧，養老金嘅金額咧都未有改變嘅。點解？因為通常都會喺每年3月20同埋9月20咧會作一個更新嘅。冇錯啦，咁我哋就而家講一下養老金目前係可以攞幾多錢。單身人士每2週嘅養老金就係1200蚊零9毫子，當中咧已經包含咗養老金嘅補貼86個半，同埋能源補貼14個1。咁而已婚人士每人每2週嘅養老金就係905個2，當中咧已經包含咗65個2嘅補貼，同埋能源補貼10蚊零6毫子。如果你係攞緊部分養老金，或者係攞唔到養老金嘅人士，你就要注意啦，因為7月1號起，收入測試同埋資產測試嘅門檻將會提高。如果你或者你嘅伴侶係有工作嘅，你需要申報所有就業嘅收入。Centrelink 會評估你哋所有嘅收入來源，包括儲蓄、股票同埋退休金等等嘅金融資產。為咗計算你嘅金融資產能夠產生幾多嘅收入，佢哋會採用推定收入法嚟到計算。如果有興趣知道乜嘢係推定收入法，可以留言俾我哋。咁好啦，我哋呢講返最新嘅收入門檻，喺2026年7月1號至到9月19號，單身人士 Full Pension 嘅門檻，每2星期收入唔超過226蚊，咁就可以符合全額養老金嘅收入測試要求。如果超過咗226蚊，每超過1蚊就會扣5毫子。如果每2週收入超過2627個8或以上，完全就會攞唔到養老金㗎喇。夫婦方面，每2星期收入唔超過396蚊，就可以符合全額養老金嘅收入測試要求。但係如果超過咗396蚊，每超過1蚊，每人扣0.25。如果合計每2週收入超過4016蚊個8以上，就係完全攞唔到養老金㗎喇。是否符合養老金嘅資格呢？除咗呢個收入測試之外呢，仍然係要經過資產測試嘅結果，先至可以去決定嘅。資產測試上限亦都有所調整，自己住緊嘅屋呢，就係唔計算在內嘅。咁其他所有嘅嘢，例如海外嘅資產啦、車啦、投資啦、股票等等呢，都係要計算嘅。咁資產測試嘅全額養老金嘅門檻呢，就從2026年嘅7月1日起，單身嘅屋主呢，就係33萬3，單身唔係屋主呢，就係60萬，夫婦合計屋主49萬9，
夫婦合計唔係屋主766000，超過咗呢啲嘅話呢，每多1000蚊，單身每2週呢就會扣3蚊，夫婦每人就會扣個半。咁如果完全取消嘅門檻呢，即係話如果你多過以下呢個資產嘅話呢，咁就係完全攞唔到養老金噶啦。單身嘅屋主733500，單身唔係屋主1000500，夫婦嘅屋主1102500，夫婦唔係屋主1369500。嗱，咁是否符合呢個資格呢？頭先都講過啦，就係要同呢個收入測試咧嘅結果咧，兩個咧一齊去計算，就以較低者為準嘅。以上嘅數字咧，你都可以瀏覽翻官方嘅網頁咧，去睇翻呢一個7月1日嘅最新嘅更新，去 Surface Australia 嘅網站啦，又或者打去 Centrelink 132300啊，去查翻嘅。咁如果你係想申請嘅話咧，你亦都可以用 MyGov App。嗱，如果中意我哋嘅影片，亦都未 subscribe， 記住 subscribe， 同埋 like 我哋嘅 channel 啊，同埋 share 俾你嘅朋友一齊睇，然後 YouTube 嘅 algorithm 咧，先至會推介俾更多人，咁我哋先至可以繼續做我哋更好嘅內容。咁今日講住咁多先，我哋下個 video 再見，拜拜。本影片只供一般資訊分享，並不構成財務建議。每個人情況唔同，如需決策，建議諮詢專業人士或者查看官方 Centrelink 網頁資料。